欢迎观众朋友再度转到节目嘅现场，今日节目幕後嘅單元，我哋睇下來關注嘅係鎖定係上禮拜嘅話題，上禮拜講到波蘭重生100年，個促成波蘭嘅重生呢是第一擺世界大戰嘅結束。喺從頭100年前結束，人類唔是如果按太規模嘅戰爭，對嚟係世界到底帶來乜嘅種嘅影響呢？禮拜請到嘅專家是南華大學嘅歐洲研究所教授王思維王教授。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教授，我们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基本资料。那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呢，它的时间是1914年的7月28号到这个1918年的11月11号。那当然，我们主要的交战国就是协约国跟同盟国嘛。协约国就是英国、法国为首，同盟国就是奥匈帝国跟德意志帝国，那时候叫称为帝国为首。那双方其实投入的整个总兵力，我们看到有这个6800万人之多，然后也造成了至少3800万人的死伤，然后它的损失的总金额，它当然是估算哈，看到资料是1700亿这么多。教授，我们想问一下说，像这么大规模的战争，那我们以前在教科书上面读到的，他就说原因就是奥匈帝国一个王储斐迪南的王储被暗杀，真的有这么单纯吗？我想就是我们现在看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起因的时候，大家很容易归结到一个引爆点，就是这一个王储被暗杀的事件，然后好像这个被暗杀就变成了整个世界都被他卷进来。好，可是事实上，就单纯的一个暗杀事件，有办法造成这么大的世界局势的变动，在整个这一个历史的研究上，我们必须要从一个比较长远的角度来看。是好，因为卷入战争或者是说投入战争，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事实上都是一个不是一件容易的决定。是好。那也就是说，今天有办法卷入了几十个国家一起来参战，表示说它背后一定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而且可能不止一个。是好，那所以我们可能要把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它的一个原因大概先理解一下它这个背景。好，从我们看到18、19世纪开始，整个社会在全世界，尤其在欧洲这边的一个形态的转变，是从工业革命。好，工业革命事实上带来了整个欧洲社会很大的一个生活上以及社会上的变动。是那在工业革命之后，事实上除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然后现在很多现代生活各种所需的这个科技技术，都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慢慢带来的。譬如说今天我们看到的电力，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钢铁业、冶金啊，或者是说很多的这个现代生活里面各种需要的化工产业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开始。那也就是说，在当时整个社会随着科技技术的进步，带来人类生活很大的改变。那把过去人类从农业社会转变到那个工业社会。那在农业社会转变到工业社会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事实上整个人的生活形态它也随之不同，包括那个资本的快速累积。对，那你可以想想看，过去在务农它需要大量的人力，那现在务农这边因为开始有一些机器的这个取代，有一个现代的比较进步的农业的这样子的耕作方式以及这个农牧方式，所以很多的这个人力被释放出来。那这些人力被释放出来，它就投入到工业生产里面。好，也就是说，过去可能我们看到的，在整个社会的动员以及社会的这个运作上面，它的人力的角色是有不同。好，那也就是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事实上在一直这样子发展，除了工业技术以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工业技术，它需要很多的这一个投入，它工业生产它需要持续的生产，需要资源，需要原物料，需要中间材，好，那这些东西它需要从外部取得，因为它自己整个欧洲本身没有那么多的这一个它所需要的这些物资，所以它必须透过从外面去争取这些物资，从外面争取物资，那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殖民地。是。那事实上，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我们必须大概从1815年的这一个维也纳会议开始。那1815年那时候的维也纳会议，事实上就已经大概确定的整个欧洲5个强权的这一个诞生。也就是说，欧洲这5个强权，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跟
俄国，那这几个当时是帝国，等于是他们都已经决定了他们欧洲的命运是在他们这五个这个霸权的身上。好，那这个霸权的手上，他们因为彼此竞争，也有很多的这个往外扩张的需求，所以在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讲的情境下面，他们的这个彼此的竞争只会越来越剧烈。是好，那所以就是这是一个我们讲的比较长的这个原因啊。那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一直拖到了1914年，我们刚才讲1815年的这个维也纳会议，一直到等于是经过将近100年的这样的竞逐之后，对才引爆的。对，那事实上大概在19世纪的前半段还算是一个很平和的状态，也就是说，过了这个维也纳会议，他们大概彼此相安无事了半个世纪。好，可是彼此相安无事的半个世纪之后，你这个竞争还是一直在暗中进行。好，那就它的那个竞争没有那么白热化。可是到了这个19世纪的后期，事实上很多的这个小小的摩擦都已经逐渐产生。好，那像这个奥地利，其实它在大概1880年的时候，它已经开始了进行对外的这个并吞跟扩张。好，那也就是说，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这样子的一个可能一战引爆的这个态势就已经慢慢成型了。是，所以它其实并不是一直到了1914年的一个单纯的一个王储被暗杀的事件就有办法引爆到那么多。那么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件，也就是说，大概我们把这个时间可以往前拉个50年来看那样子的一个演变，所以就会比较容易了解说，原来这一件事情不是一个单纯的事件，而是它背后其实有很多很复杂的这个因素是交错在一起，然后刚好的到那一个时机点，变成是一个好像无可挽回的这个态势，好，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候爆发。老师，那这样子是不是跟当时这个各个帝国之间，他们为了要自保，有时候签订了一些同盟的条约，然后也是一些安保，类似现在的安保条约，等于是当我受到攻击的时候，其他国就要来协助我，造成这样子打群架的状况。对，没有错。当时事实上，因为整个国际的这个环境哈，也有很多的这个国际法的这一个签订，好，等于国际条约的签订，事实上在当时已经算是蛮盛行的。好，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态势之下，大家彼此之间，它是一个交错签订这一个等于是和平协定或者彼此这个安保协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就让情势变得很复杂，因为它不是一个统合式的、全体式的这样子彼此的这个联合的安保，好，它是一个等于是彼此去签各自的这一个互相牵制吗？一方面是互相牵制啦，那另外一方面，它其实因为时间点的不同，所以彼此签订的那样子的一个条约的这个需求也都不一样，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演变下面，就会变成是说，当时1914年，事实上奥地利它因为王储被暗杀，所以他开始去向这一个塞尔维亚等于是一开始是要他给个交代。是塞尔维亚其实当时对奥地利的态度是很和善的，也就是说，我知道这件事情我站不住脚，所以我愿意让。可是奥地利他为了要给他一个教训，他认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会影响到他奥匈帝国的后续的发展，所以他要给他颜色看。好，那所以其实，在这一个暗杀事件过了大概4个月之后，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开始真正的烧起来。好，并不是那个暗杀事件这件事情就马上发生了哈。也就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它能有引爆点在那个王储被暗杀，可是它其实还往后拖了好几个月，所以才演变成这样。那当然一开始的这个投入也是有点混乱啊。一开始这个因为这个奥地利他准备要给这个塞尔维亚好看了之后，德国他也开始说好，那因为你这个奥地利是算是我的朋友啊，所以我要站在你这一边。是他同盟国嘛？对，那我站在你这边的时候，他又马上向两边宣战。好，那德国那时候一开始又向俄国宣战，又向法国宣战。好，那这个就变成这个态势就很复杂，他两面作战。好，两面作战的时候，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彼此，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彼此这一个安保的这个需要，好，就卷入了越来越多的国家，所以它就变成一场大混战了。好，所以大概我们大概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会变成是一个交错复杂的一个这个打群架的状态。啊，所以一开始是一个打群架的状态，后来才变成慢慢两个阵营那样子的态势分得比较清楚。可是那我比较好奇，是一开始我们称一战，其实一开始叫做欧
战，等于是发生在欧洲本身战争，为什么到最后会变扩张成世界大战？那因为一开始虽然是局限在我们看从巴尔干半岛，然后一直到中欧、西欧，一开始这样子的这个战区它是有限的，可是后来因为又卷入了这个奥图曼帝国。奥图曼帝国它是在整个土耳其以及到在这个近东、中东这一边，一直甚至到了这一个非洲，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卷入了之后，慢慢的甚至也卷到了日本。然后甚至在当时，因为英日同盟的关系，对，然后甚至在当时，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八国联军在1900年的时候，八国联军就已经到了中国，所以事实上那时候的这一个中国有一部分等于是也被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我们这个八国联军在这个中国1900年这一个战胜了之后，等于在中国已经有据点，是，所以整个就是说当时大概已经不限于整个战区是在欧洲，已经把整个战区就往外拉，甚至到了这个亚洲。那当然，美国当时也参战，所以就变成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第一次的世界大战。老师，我们看到这场战争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整个世界的版图大改变。我们先来看欧洲的部分，基本上它就是造成了像是德意志帝国、像是奥匈帝国、像是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的崩解。是不是这场战争等于决定了现在的世界版图？差不多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候的整个欧洲版图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帝国版图是它的那个版图面积都很大，那横跨了很多地方。那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事实上经过了这几年的战争，耗费了很多的这一个资源跟兵力，那而且它还有很多的这一个对外的这一个殖民地必须要去维护。所以其实大家彼此自顾不暇啊。你在整个战争之后，大家都很好热，需要重建的时候，那很多就是你只能顾你的这个核心，那你大概比较边陲的地方就顾不到，所以就慢慢的你只能守住你自己能够守的那个部分，所以整个一些你觉得大概那个余力没有办法照顾到的地方，就只好让出去。所以就变成是说，过去可能他透过帝国的方式的压制，你可以让很多不同的民族种族生活在一起。可是当你这个帝国没有办法继续掌握那个控制权的时候，那就让大家各自去治理。所以就变成现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版图。好，谢谢老师。那在今比上半场来讨论，下半场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哦，从第一百世界大战了后呢，怎么东亚再个发生第一百世界大战，甚至了后来带来不一样的影响。也可以下能继续讨论。观众朋友在个收听今日嘅讨论哦，下半场呢继续来讲了一件带来嘅相关影响。老师，那我接续上半场的，我们在上半场快结束前，最后一个问题是它的版图的改变。那我们看到说有另外一块版图的改变，其实也是跟一战有关系，就是在1916年的时候，这个国家之间，主要国家之间呢，谈了一个叫做塞克斯皮科条约，它主要是要瓜分当时的我们现在泛称的中东地区，是不是这个条约在当时让这个中东地区的主要的国家很不满？另外，是不是也造成现在中东局势的不太稳定的原因？好，那我们大概看一下，就是当时在整个我们所说的现在的中东版图，大部分还是由鄂图曼帝国所控制。好，那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帝国，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帝国，是因为它控制大区域的这样子的一个面积以及领土。那它在这么大的面积以及领土里面，事实上里面有很多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各个这个背景的人生活在一起。那每一个种族或者每一个族群，它都有它自己独特的需求以及生活方式，好，以及它的这个文化倾向以及信仰。好，那所以虽然在鄂图曼版图的这样子的一个控制里面，事实上，即便在中东地区，它也有很多不同的族群。好，譬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你即便是在伊斯兰教里面，
它本身又分成很多不同的教派。那甚至是在我们看到，其实，在中东地区里面很大的一个部分，它还有阿拉伯人以及波斯人的不同。伊朗它就是波斯人为主，它在过去是波斯帝国。那所以在鄂图曼以及波斯帝国这边，其实在整个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中东地区，事实上它是很多就是不同势力的交集在那边啦。那当然，这个帝国崩解了之后，里面的这一个各个族群、各个不同的这个宗教以及各个不同的这个文化背景的很多的团体，慢慢起来要求他自己的这个自治权，所以是民族自觉的这样感觉。类似有点那样子的一个，就是说我要收回我自治那样子的一个权利。可是当时当然民族自觉的那个概念还没有那么强啊。好，那只是说因为开始这个帝国崩解之后，它的控制力不强，所以各个群体，他要去争取自己独立控制那样子一个能力，必须透过争取而来。他必须透过斗争而来，所以就变成是那样。他在整个中东这边的态势，他的竞争就变得很激烈，因为你的这个帝国，它的控制几乎已经没有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再让这一些其他的这个原本是他的这个臣民乖乖听话。好，那大家彼此要竞逐自己的这个地位，而且在里面谁譬如说在这个群体里面谁要当老大哥，他也是另外一个竞逐的。各方的列强在分这个划分势力范围的时候，其实就造成了现在的冲突的原因嘛，对不对？那个是一个很主要的这个起始点。好，那只是说后来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竞逐的这个态势，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有办法去制止它，所以就变成是说我们现在看到里面很多纷乱的那个来源。好，那是从当时没有办法，就是由这个帝国来控制之后，所衍生到今天所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必然的结果。老师，那另外就是说，其实除了一战改变了这个世界版图，我们也看到一战其实也让战争形态有了很大的改变，包括我们传统可能都是以步兵，然后陆行到一个地方，然后拖着大炮去作战。那一战我们出现了很多新的科技，包括像是坦克，包括像是飞机运用在战争上面使用，包括像是壕沟战这样子，是不是整个一战因为科技，因为这些背景因素下，它所造成的伤亡，就是空前的伤亡以及空前的损失，以及为后来的整个战争的发生的形态有所改变？对，我想这个就是两个部分，可以来解释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哈。第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刚才一直讲工业革命它所带来的这个社会的影响，那它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大量生产。大量生产除了工业产品的大量生产，还有这个武器弹药的大量生产。好，所以整个它透过这个工厂式的这个制造，生产大量的武器、大量的弹药。好，然后这个大量的这个新型的这一个战争武器也出现。那另外一个是说，因为从过去的这个农业时代转变到工业时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很多的人的这个被释放出来，所以开始在国家动员要把人民征兵去当这一个军人去打仗这件事情变得更容易。好，那所以也就是说有这样两个这个因素的交乘之下，变成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子一个战争的后果，就造成了大量人力的伤亡。所以老师，我们看到说，像可以看到说，我们战争形态已经改变了，造成这么多伤，我们看到史无前例，一次死了3800多万人的死伤。那后来当然人类似乎也没有从这次大战当中学到教训，很快的20几年的时间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这个爆发战争原因，我们现在可能大部分都认为说，因为德国要负担巨额的赔偿，最后受不了了，然后于是呢，再度向这个整个世界宣战。老师，那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2世界大战中间这20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整个这一个结束了之后，大家都需要重建。好，那可是当时就是比较算是大家现在认为比较困惑的是，为什么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签了一个可以说对德国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好，那等于是要让德国扛下所有的战争责任，以及负起所有的赔偿责任。好，那变成是说德国它在这样子的一个不平等条约的这个待遇之下，它几十年都没有办法翻身，好，甚至上百年没有办法翻身。那在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民族情感的受伤，或者是说经济能力，事实上对它造成过重的负担，都是对德国来说，等于是德国民族不可能的这一个任务。所以到后来才有希特勒这个觉醒，他后来才
才等于是撕毁了民粹主义的崛起了，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崛起啦。因为他当时就是变成是说，你这个列强加诸在我身上的这个种种条件，第一个是不合理，第二个是不可能，所以我到最后希特勒他就是我干脆就这个协议我就不认了，好，所以他撕毁了这个协议，才引发了第2次世界大战。好，所以那个东西就是说，变成我们现在得到一个教训，是第1次世界大战之后所签下那样子的一个条约，你让他没有办法翻制的时候，反而会激下可能下一次这一个战争的导火线。所以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看到那个对于这一个战败国处理方式就有所不同。对。老师，那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严苛的条件？当然，我们看到说，像是英国、像是美国，其实对于这个战败国相对来讲是宽容的，反而是法国对于德国这么的仇视。但是法国既然新仇加旧恨一起算了，但是为什么像是英国跟美国方面却不阻止法国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知道第1次世界大战当时这样子的一个帝国的形态啊，那帝国的形态事实上它有它各自的核心利益的需要。好，那像这个很有名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战略家，英国战略家 Mackinder， 他其实是在19世纪就已经18、19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所谓的这个核心跟边陲的概念。好，那所以核心每一个帝国它所需要顾及的核心，有他自己很考量，他这个 heartland。就是在那边是他的这一个国家关键利益之所在。好，那因为德法它长期刚好2个都在竞逐欧洲的这个核心地位，这个欧洲的核心地位对他来说，法国他当然不能让德国在他前面，所以他必须要把德国等于是我们说压得死死的，他才有办法继续去维护他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利益。那所以也就是说那样子的一个状态，事实上英国跟美国是帮不上忙。好，那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多的这个背景，所以造成了那样子的一个长期的这个怨恨的这个积累，所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可是我们看到第1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第1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是在巴尔干半岛。那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包括说这100年当中，巴尔干半岛的大小战事不断，但都是仅限于规模的战争。那是不是1次世界大战之后呢？这个整个世界的引爆点，人家说世界的火药库，它其实已经转移了，已经不在巴尔干半岛上面了。世界的火药库现在到底会在哪边？大家很多人都很关心啊。其实大概从30年前，很多人把世界的火药库分成几块，当然。在中东，在巴尔干半岛，或者甚至是在我们讲的这一个泛太平洋地区、南海地区，或者是南北韩，或者是两岸之间都有可能的。是，好，那只是这样子的一个演变，一直到现在，大家会关心说，那有没有可能下一次的世界大战会在某一个这些地区里面产生啊？是啊，不过对我来说，我的观察是。即便会有战事的发生，可是要真正引起世界大战那样子的一个机会，事实上不太大。是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第1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然后以及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成立了整个联合国。那联合国它的目的就是要维持世界和平，透过多边的框架来约束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好，那也就是说。除了联合国的体系，那当然还有地区的很多的这个防御条约、安保条约啊，譬如说在这个欧洲地区有北约，好，那在这个亚洲地区这边，除了这个美日安保条约，其实美国它在欧洲地区，它都是个别的去签订美国与其他亚洲国家以及亚太国家的这个安保条约。好，也就是说，现在的整个安全的态势，事实上大概都透过国际法的建构，已经把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构筑了一个比较透明而且比较健康的状态。哦，很重要是透明，因为我们现在在整个这个亚洲地区，我们常常也看到很多的军事演习啊，譬如说这个 RIMPAC， 然后在环太平洋的这个演习，事实上它是加入了几十个国家共同投入。那这个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很透明的这个军事行动、军事的这个我们说军事行为准则等等等等哈，这些东西让世界各国之间彼此有一个认识、有一个了解、有一个沟通的时候，比较不容易发生误判。那第1次世界大战跟第2次世界大战，很多地方的这个战事是因为都是误判啊，误判才产生。资讯的不透明。对。啊，那所以现在就变成是说，我们尽量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交流以及沟通，以及国际法、国际政治上的约束，哈，还有外交上的折冲，去让战争的可能尽量降到最低。那即便有战争的发生，它大概都会是属于比较局部性的。
都会是比较局部型的。要真正去投入一个全球性的战争，事实上现在第一个没有人愿意，那也没有人有能力负担，那大家大概也不知道说这个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那因为过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它有它彼此这个帝国核心的考量，可是现在大家每个国家各自的这个考虑又不一样，所以可能会发生那样子大规模的战争的机会是比较不是那么大。可能大家现在追求比较像是一个全球化合作的一个体系的目标比较为主咯。对，而且是因为现在人民对于国家的要求的，而且限制的能力又更强不是说今天政府以及国家，他大概有办法说自己决定我究竟要不要参战那件事情，他可以自己来。现在你没有人民的支持，大概你去参战，这个战争也不用打了。好，谢谢老师。